地鐵一響黃金萬兩，今日帶大家睇翻一個建喺地鐵上蓋嘅屋苑，總價咧只需40萬就攞低3房，仲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嘅。事不宜遲，跟住鏡頭一齊嚟睇下。嗱，各位街坊睇過嚟，呢一套咧總價40萬咧就可以攞低3房嘅。第一間房、第二間房、第三間房咧，呢個儲物空間咧都幾大下嘅，同埋呢個交樓標準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樓下100米就係地鐵站啦，總價40萬，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嘅。地鐵咧係城市發展嘅動物，環境咧係基持生活嘅底色嘅。作為中山首個地鐵上蓋嘅屋苑咧，近10種戶型係任你選擇嘅。4米5層高方正嘅格局，精裝無批任揀，無論係投資仲係自住度假咧，都係非常唔錯嘅選擇。依家係總價低、低門檻，如果你最近想了解公寓嘅，隨時後台聯繫我啊！